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4月初9，旧历的3月初5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公务议员挡着人的财路去互家修理。这位是新北市议员金仲玉，昨尾阿嬷准备要回到服务处的半路，互人野棍仔甲讲甲骹甲手拢受伤。警方伫案发3点钟后就抓到人，原来是建设公司的总经理，因为开发的建造方撤销，伊认为。 就是这个议员徛伫个民众迄边，造成伊的损失，才唔愿才招人去甲拍。连续的棒球棍一直夯，夯了4、5下，4、5下我用手去挡的时候，我的手也骨折了。 倒伫病床顶，伊的正手、正脚受伤。伊是新北市议员金仲玉，初八下晡竟然被人攻击。议员单独行伫路宁，向阿明村一台乌色面路的车对向前，下一秒其中一个男子冲落车，举叉棍仔行到议员的边仔，直接向伊的骹穿大浪冒落去。伊想要离开现场，对方唔放伊煞，还佫继续落去。 我听到有声音，就已经到外面，他已经坐下来，那个议员已经坐下来了，就脚我看到有流血受伤。 警方在案发了后3点钟抓到3名嫌犯。最近判决确定了这个他们是败诉的，也因此他的这个所谓开发建造会被撤销。那实行犯检就认为说，金信议员是站在民众这边，造成他这个损失哦。 姓孙嫌犯是建设公司的总经理，伫新店几啊笔的建案，其中台北小城社区新建案，被管委会提行政诉讼，基地坡度超过30度，袂使兴建，一审判新北市干部局无确实审查坡度的合法建造，已经属违法，专案也会使上诉。